亲啊，好你家在的，也阁有这个住伫咧台北艋舺的男子，12号骑着机车出门就无转来，妈妈是真担心。 报警调监视器发现伊最后是出现伫咧北宜公路，但是都是找无人。一直到16号远景巡逻的时阵，发现一台机车倒伫咧路边，查看这个证件，就是这个失踪的男子。原来这个男子无小心摔落200米深的厝坡，就掉伫咧厝坡骹。 经过4天这么久的时间，伊竟然拢无挨着，拢无明显的外伤，真正就亲像古早人咧讲的，这量哦真大尾。 透早5点外，查某人骑机车豆豆过弯，骑去头前，毋过刷落来就消息完全失去联络，互家属真烦恼，赶紧报警。调监视器发现查某人上尾出现地点伫北宜公路，毋过人到底去倒位？想要到16号下晡，远景伫北宜公路巡逻时，发现机车倒伫路边，阁有牌仔。比对证件，敢若就是失踪的起司，而且拄好有休困的消防员经过嘛来斗3工。他们在边坡那边呼喊。 有听到下面山沟的地方有人在回应，这样，所以他们觉得应该是那个失踪的民众在下面。因为当时天色较暗，警方摕手电啊爬落山来救人。那大概下切50公尺左右，我们就看到前方有一只脚躺在地上，这样。 觉得那应该是失踪的民众，然后接近一看的时候，发现他有一半的身体被压在大树干下面。失踪的起司，互发现的时，规身躯无穿衫，而且看起来也真惊狂。警方嘛赶紧甲送去病院治疗。伫野外4天，身躯顶无明显的外伤，而且人也活咧。好在在远景巡逻的时有发现，搁加上消防队员来斗3工，才当顺利找到这位失踪的起司。嘛有这场惊魂记的档赶紧结束。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